根据就是丹麦媒体报道，讲今年2月，日本驻丹麦大使馆举办天皇生日会，这中国驻丹麦大使王雪峰却要求日本，讲爱把这台湾驻丹麦代表赶出去，有影是足无礼貌的，引起着外国媒体伫遐讨论。咱的外交部也批评中国这款的行为，一点也着无文明。用丹麦甲中国之间可能有更较侪冲突做标题，丹麦发行量上大的《柏林日报》最近报道讲，今年2月伫日本驻丹麦大使馆举办的天皇庆生会，中国驻丹麦大使王雪峰违反规定，摕手机翕咱国驻丹麦代表郑英俊，搁伫200多位来宾的面头前无顾外交的礼节，向日本的人员抗议，要求赶走郑英俊，毋过互日本拒绝。王雪峰生气离场，甚至离开进前，佮用镜头指郑英俊，警告意思真重，粗鲁佮无水准的举动，互在场的来宾拢唔敢相信，搁伫丹麦外交圈引发讨论。很惊讶，日本大使在这个自由的国土上，也非常的遵照他自己的行事作风。我知道的是，他并没有理会中国外交部那边所做的施压。那他事后在那个樱花季的时候也。很热情的宴请我们。丹麦大桥后续观察，日本甲丹麦真无接受中国行为，也完全无影响到台湾甲丹麦，还佫有各国的交流。外交部是强烈谴责中国战狼外交的这款反爸爸的作风，完全无国际民主社会文明素养，会伫国际社会引起严重的反感。中国过去伫第三国外交的场合有真侪打压台湾的案例，亲像2020年，咱驻斐济代表处的国庆酒会，互中国大使馆人员总理来闹场，还佫有2019年，咱驻捷克的代表王忠义参加捷克主办的会议，却因为中国施压，封闭的离开。还佫有2021年，菲律宾称呼咱的代表大使，互中国人员生气离场。这个事情我一次也经历过，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在3年前吧，去那个法国参议院参加一个讨论中国驻法的公使，他就是要参议议长叫我离开，参议议长没有同意。中国这种非常粗暴的那种指使别人的，当然国际社会也是越来越难去接受了。外交部处长吴志忠指出，咱国多年以来甲理念相歪的伙伴、不时的交流甲互动，也有台湾伫国际形象的提升，拢互各国更较熟悉，也有尊重台湾，也更较无愿意吞论中国的战狼作风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